我亲爱的小女人慈露，今天是1年1度的西洋情人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制作了一片心爱光碟，不是，是心爱光碟，请看。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这是第1集的心爱光碟。人家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往后还有第2集、第3集、第4集，生生世世，永永远远，自强不息。感动吗？你是不是觉得很恶心啊？不要笑哦。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因为有我而会更加的多彩多姿。你知道吗？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非常需要氧气的感觉，而你就是那一缕氧气。对你的感觉并不一样对你的感觉并不寻常，不知想了多少话，藏在我的心里不知该从哪里来讲。你知道我们2个的事情已经上了社会头条新闻吗？请看，注意看哦。本台玉山新闻台 TVYS 特派记者丁俊元，今天为你们独家专访采访到玉山金山闪亮3兄弟国际巨星大明来到现场，我们请大明来替他们的好兄弟大天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来，这一次很高兴能够来对我好兄弟钟大天的一个发表啊。那当然，在今天的日子里，也是一个情人节。我先祝他们2位这对狗男女能够有意爱河能够长长久久，
能够圆满成功。那大天呢，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认真做事，他的一切都是自己来做一个承担，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男人。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女性要嫁给他，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希望你们好好的选择这一位还未婚的、坚持到底的一个标准的男人钟大天。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国际巨星大明来到现场为我们做这个独家专访。那我们今天巨星大明刚刚也发表我们对我们大贴的一个看法，是不是也对我们阿公店的青商会的副会长洪慈露洪小姐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呢？好，谢谢。当然，这一位非常美丽又活泼、可爱、清纯的小女人，也是洪慈露，也是阿公店的副会长哈。那这个女人看起来真的是一把几乎我哈，就是看起来非常犀利，但是她也是带有了聪明，她认真的做事，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跟肯定。她在家也是非常孝顺的女生也是小女生，也是一个小女人。那当然，如果钟大天能够娶到这位小女人的话，那她保证是一辈子幸福了哈，一辈子的幸福跟快乐长长久久久久长长，照顾家己的胃肠，就是照顾大大的胃肠。嘛，希望咱大大较骨力的加油，来带着这小女人做某理想祝这对情人永远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各位。也非常谢谢今天我们国际巨星大明来到现场接受本台的独家访问。本台在这边也祝全国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也真心祝你平安、健康、快乐。当你看完这片光碟的时候，记得要打电话跟我说你的心得报告哦，我会给你幸福的。选择了我，就是你最明智的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钟大天与小女人，心爱光碟第1集。看。假公，我等你哟。请打。请打。当你看到这片光碟的时候，你是我们真的很用心。今天是2006年2月14号，现在情人节，因为制作了这片光碟来祝福你情人节快乐。选我就对了，等你哟，等你哟。爱的是也真心祝你平安。